因为学生囡仔即马会炸手机啊，炸手机去学校要安怎处理，嘛受到讨论。教育部伫昨昏就公布高中以下学校学生炸手机啊到学校的管理原则草案。手机保管的部分是定出讲，国中、国小是由学校也是班级集中保管，毋过高中的部分是爱经过家长、老师和学生同齐参详，用民主的方式讨论出管理方式。早起开始上课进前，学生陆续将手机放入保管的橱啊，锁起来保管，下课才会当摕转去使用。教育部2日公布高中以下学校的学生早行动载具到学校管理原则的草案引起讨论。那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可能是结束的时候要联络家长，可能没办法联络到。上课的时候，假设如果都没有用到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暂时集中管理起来，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话，大家比较有办法去专心去上课。学校也可以用平板，也可以用电脑来做资料找查的一个工具，所以手机没有使用，对于视讯化的学习的困难并不会产生。草案明定，各中小应该由学校也是各班集中保管，经过校务会议通过，公告实施。高中是需要经过家长、老师甲学生民主讨论，以同一个方式管理。学校会当以无共载具类型甲情境，单性调整管理方式。保管的时间可以仅就上课期间的部分，至于下课或者其他在校的弹性时间，留到学生、老师、家长讨论。特别是中学的部分，如果有保管这方面的一个责任，相对对学校来讲，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这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啦。学生团体希望保管的时间是上课时间，不是伫学校期间，避免一摆百学死。教师团体认为，若保管的规范无弄好，较会发生纠纷。教育部表示，会收集各方意见，作为后续政策推动的参考，来因应数位时代的学习环境变化，甲学校事务管理的需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